问他，甚至指别的地方，他都说不是，那就是真的只询问校园地方。然后我就觉得，我心里就觉得好开心。后来刚好那时候我们学校就是有好多那个实习老师，那我们班就是有2个实习老师，那我就赶快到，就是午睡时的时候，我就到那个小妹妹啊，她去，我就跟她说，那其他的有没有？她就跟我说没有。那结果那个实习老师呢，他一下子跟我说有，一下子就说没有，我也觉得很奇怪，怎么一下子有，一下子就没有了？那后来呢，我就跟那个实习老师说，你们去问问看，到底有没有收到？结果隔天那个实习老师啊，他就回来跟我说，哦，他回去问了，他说他是小时候被抱去求到的，可是也很久没有去佛堂。然后那时候我心里就想说，对，因为我心里就恍然大悟说，哦，原来是他拿去佛堂啊，就是讲师他会跟我们讲说，我们去佛堂的时候会接受佛光，然后你求到的时候那个光啊，只有一点绿豆大。那这个实习老师呢，因为他小时候也是求过道啊，可是因为他很少在接近，所以他的光一下子有，一下子没有，所以那个小女孩就是看的不是，就会一直说一下子有，一下子没有。那我们每次常常接近佛堂啊，这个光就有点比较亮一点点，所以他就很肯定的跟我说我有，然后我就觉得好开心。然后那天我就赶快回去，就是跟我师团的姐妹分享。那就是我觉得后来我也很感谢这个小女孩啊，她竟然给我就是让我也可以出席画这一块。张老师，很天真的一个人啊。好，我就举个例子啊，